因为它太可爱了。谁的猫呢？有路去的吧？啊，不太清楚。啊，因为你抱过它的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来了来了。有细菌啥的。对。练习性那只抓了吗？黄忠不抓抓到。一个接着一个呀，骗一个，然后我们从方向露出来。月宠200呢？没事，200就200，才1天。你出吗？我出。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。走吧。不怕，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啊！不怕。哎，一下子就不叫了。嗯，对，就抓着它不乐意。宝宝。哦，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。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。是的，它好可爱，你好会拍。我家里边养猫。有个问题问一下啊，就是猫鞋的话，就是你们设计面的话，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，这你们这经费哪儿来？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。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，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，然后来合作，然后进行捐赠，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。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。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，哪怕受伤了，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？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一点疤痕体质，所以就会有点留疤，但是问题也不大，所以感觉不会就是作为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。